在为尧节气，讲个天够悬啊，够悬的啦。但是呢，敢若尧帝有法度通了解天的大，伊会去效法个天。所以咱看经典，就去甲想，对有诶甲上对袂去。对较早诶圣贤安怎做？咱观圣贤书，行圣贤书，观圣贤诶册，行圣贤诶工课。后日咱就行圣贤诶果位，这一定道理啊。学土水，后日做土水师。学肉，后日做肉工诶师，这一定道理。这绝对诶道理。所以呢，平等诶发现，即天地该在内面，因准啊，该在理乎，就是讲该在伫因内面，你安怎做，天就安怎甲你超转。地就安怎互你转，这一定道理。何有应对所对在？它有啥物对咧？这是咱道理遮安尼讲而已尔。它有啥物对咧？日有法对，日甲法对。日就是照对嘛，日照即天嘛。日照着就是即时啊。即个太阳啊，月直照个啊。去下暗时啊，歇月亮照月亮照着，就是下暗时啊。月直照个啊。伊一月该年放光明，日甲月拢光明的物件。日甲月本来伊本底就是光明的物件。该年光明，故即有法对，事业为心现境。所以日甲月对，目的就是要互咱讲，咱的心爱寻着日甲月，显现咱的光明。咱的心茫去受污染，咱的心若当交日甲月，显现咱的光明，咱后日的等于都绝对有机会啊。即有法对，所以以心为心现境啊。为咱的心。一款的心，咱即个景象互咱看，互咱了解。以他如幻之意啊，以即个景来看，咱来看即个景会当较对咱的心入来，这重要。明有暗对，明呢甲暗呢本就是互相，本来就是互相，互相牵搭。明若过，暗就来啊；日若过，明暗时啊就来。有电火就光啊，就明啊；电火甲切落花就暗啊。所以呢，伊即明甲日明甲暗呢，这是互相牵搭。对待时，因则对待，因则对待。然明暗无相，明甲暗嘛无伊本性自性啊。唯心自性，这个拢是咱人体的作用。带三性这物件走出来。心光彻了，咱的心若当光明，咱就当彻底了解。唯一真如，要心会当真正光明，咱的自性的本体，都毋通去互染染，毋通去互不悦，甲咱染染，甲咱迷卖去。所以呢，咱若安尼呢，咱就了解明暗，明暗可定，明甲暗，咱拢会当了解。明一定成佛成菩萨，暗一定对地狱落落去，这一定道理啊。过来，这个阴有阳对，阴有阳对，阴阳实有气场，阴甲阳啊，这是大之间、大相间的物件，相有气场。阴长即阳消，若阴消即阳衰，一定道理啊。热天、夏天若来，日就长。冬天若来，日就短。所以人家即个季节点，讲日长到夏至，夜长到冬至，这两日这两日就冬至啦。所以冬至一阳生，冬至若过，一阳就生成，这就地狱挂。所以冬至过，
日就搁渐食较长，阴暗时啊渐就食较短。这天地间的这个循环，配合咱这个人生，配合咱这个人生，咱毋知咱人讲春种夏种秋收冬藏，咱人讲是较早做迄个时代，我会记若较寒天啦，这老人拢伫因迄啥草堆骹啦，或营区边仔啦，点火啦，带烘火啦，规阵就带古火。较早农业时代就是安尼，即摆毋是啊，这个时代在变，时代在变，所以时代在变，咱才有机会通得到啊，才有机会通修道学道啊。因若无咱这个使命，咱是袂去得到，去得修道学道，无可能。时代会变，圣人大家甲咱讲，自天主甲使命，伊是家己受身于阮。天主甲使命就是安轮回。第一期该什么人得到，第二期该什么人得到，第三期该什么人得到，这个定个道理啊。所以这回轮到咱得道学道修道时阵，咱一定爱守住这个机会，好好来修，好来学，毋通搁再来遮轮回。安尼咱的人生伫遮呢，时机接毋着，咱无当把握这个机会，错过这个机会，后日有食亏咱家己。所以因消用着中，用消用着中，这嘛是行德对台，行德对台这一定的道理啊。人了如自性，以自性为心，这物件嘛是足天然的物件。要有这物件分别，这物件就是咱的心家分别出来。不得分别阴阳无有，咱若无落去分别，它有什么阴甲阳啊会走出来。好来，水甲火对，水火将来切断，互不相容。水离对火，水本来甲火就是相同的物件，水克火这一定的，火克水这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因本来呢，就是来切断的，本来将来就是切断，互不相容。所以水甲火来对这潜水咱来讲，咱才看这看这点潜水来讲。相互对待的这个做法，是为外境而用着，在无情世间方面如何种相对法，咱这个世间无情，世间真正无情啊！拢莫看啥，拢咱看咱家己就好，咱感觉世间足无情。咱记得做囡仔少年期，青春当少年，来中年，来老年，老年过咧，就已经要走，从我去高阳36岁尔，迄阵还足少年的迄阵一暝日呢，24点钟呢，听讲做10点钟的，毋是真无法度啊。较早呢，倒落水困，真诶，当时有时间通困，困袂去。较早有时间通困，拢拄久，真有时间通困，拢困袂去。所以即款足无常，所以咱也想做囡仔时代家己，若想过去呢，咱想无偌久的时间，毋过就是安尼来啊。头毛着落，喙齿着摇，面皮着裂，乌板着尻川，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世间无情的世上世间内面有五种的这个，互咱看有得的，互咱看有得咯。所以孔子甲主公讲讲你较袂看天地啦，天何言在，天有咧讲无？这嘛是安尼啊，这嘛是佛菩萨咧报咱看，这着作慧能大师咧报咱看，咱家己看景，才属于咱的心入啊。所以天甲地是相对的。第二，日甲月就是相对。第三，明甲暗嘛是相对。第四，阴甲阳也相对。第五，水甲火也是相对。以上这是5种相对法。所以咱看遮，咱就去遐想，这拢是咱看有的，较悟较得的人，就去看有的物件。所以咱若
去甲看，咱当然就了解袂出来。咱若要去甲看，看伫外口，敢伫咱的心入来，咱会想讲无修行真正袂使，人一言一言走。即摆都要走回来，我若拄着3年等转阮西藏，转阮西藏，就讲送啊转去啦，送啊转来，送啊转来，去甲问讲某人恁送有伫咧无？阮某人已经走啊，走诚年啊。真歹，咱了解。所以咱内面咱上一位，即摆就是咱要走的时，要入着咱要走。所以咱伫遮有着这景，咱一定来感悟。阮着转来讲一句话，头一定来交落来，认真来做。为天地来着生，为万民来着活，为众生的生死来付出，为咱个人的知识来下功夫，咱呢出来才平安，无采咱世人拢得着，中华人生，人生难得，三义难遇，真道难逢，咱得着啊！得着呢，即摆要转甲毋转，看咱家己有要死甲无要死，所以这咱一定爱去甲想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世间的五种相对法，世间五种相对的语言12对，法上的语言有12对，有法对，有无对，有色甲无色对，有相甲无相对，有漏甲无漏对，色甲空对，动有情对，清甲毒对，凡甲圣对，精甲俗对，老甲少对，大甲小对，处是12对这六祖慧眼祖师，我若安尼甲看，伊真正甲咱讲足济，有形甲无形，有形甲无形拢甲咱讲，有形来甲你讲，讲你若听无，讲一寡无形的，无形你若听无，讲一寡有形的，所以这呢，咱就来了解，互咱呢，我们过来讲，互咱做参考，讲互咱做参考。这我特别要去找去看较好的资料，来讲互咱大家了解。今日呢，经来讲这物件，来讲这物件，来讲。来讲有法对，咱今仔日呢来了解这个法相，这个语言，法相的语言有12对，是讲有法对，这个有呢就是有法呢，无甲有，无有主体，这个物件本身无主体，讲的，甲这个法无主体性，无主体性。所以，因为请我了道，所以呢，我把